照片吗？哎。这种啊，我去哪位？我来遐个慈济功德会，佮全部做功德的呀。嘿嘿嘿嘿。啊，遐个玻璃工呢，要搞个慈济功德会，家来卖无钱，因来卖有钱。因为你冇喺做係，因為係做係幫唔贏，做係幫嘢，差幫唔贏。哦。差喲，你啊喂！哪有幫贏呀？拍片的呀，拍天呀，拍電視台，電視台呀。我上天視啊，上天視啊。拍天样哎，我拍到。文字的人啊，哈，一路丧事哈，喜事哈，你要办东西的哈，给安尼插好好的用啊，如果很文真。中國藝相當嚟講咧，嚇，藝嘅東西我做咗我本身同顏色，幾多錢啊？300、500啊。哪一批啊？红包一包。几多？200块。加。哦，文珍哦，香港的状况呢，一个不可缺失的人啦。像也下人潘上司过后啊，好啊，人土家马个路后哦，佢攞啲树迷啊，做一啲树迷啦，哦，譬如讲，家人摸起嚟攞起嚟东西啊，也下睇本人，我喺面依那边嘅钱，喺面唔知係乜嘢钱唔知，啊一下呢，人都冇想到文珍，唔免人眼嘅状况，有时佢也會去拍照。一切。你都是一样的。有没有点破的？哦，金罗传，年龄都有满90岁以上的啦。那有个叫江庄，那有金罗创，迄无慢的都无啦。也都办96年突然嘅。日本来大台湾，你对个伊都先台东就都同一个日本打啊，你哋一个人嚟缅河北啊，有太极哦。那打日本人啊，日本是你话一个有冲炮哦，
大叔个就紧撞个就表火烧啊。当时日本人打来的时节，你阿公安尼。就做这个指挥官用安尼啊。啊，你感觉香港最要紧，我是更加是高下不要个啦，要高下啦。啊，摆平常也就看啊，哦，边个个姓氏50-60岁，屁股疮啊有，用个安尼个，安尼也有，哇，我感觉一个个满意，我生意咯，明仔包咧白饭迄个同个老朋友个啊，无赖朋友，对咧开讲啊。开讲哦，有酒好啉都冇几多说法啦，还冇酒过来，多过来啦。出去咩这样水都去冇几多，可能一百多是酒。嘿啊，所以还有个白话，他家有啲啊，我就讲吼，假使还有先机，还先机，现在我送下来，伊哪年就说呢？现在他们老头哪年就说？1、2、3，飞出2是头一。哎，我这。500块。喂，200了。然后200木头500，哎，我做，我来做，我无做，我给你包你啦600。以平常10周年要办。当然要查啊，如果嘞，无子无见啊，讲话，你做西洋用的嘛？啊，这个开皮。没啦，他给做摆电话店买东西嘛，啊拿钱比个，拿300比，比个不是100了，啊不是下钱下回事。人家面条做呀。是的。你差不多啊。哎，爱食饭啊？要去。下做咩做西啊？快啲啊，拢会啊。嗰咱面啲拿水母诶。应该唔会。唔会，我开始唔会，不习惯嘞。水母皮有个。没有。我以后点把做。要看我来啊，吃。哎呀好，人家一先拢睇住下吃先。人家经济生活咧供给比较卡。还是为500。加油！啊，一年4年，哎呦，甲别钢铁什么耶？哎呦，天色对乌木竹，真强大阳光。融化了爱的心，融化了爱的魂，那手是两边做一个。两粒酒茶，本人看到那更加可爱，一秋嘿，一秋阿姨。个唱歌跟在讲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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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OK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我哋自己下万岁呢，真多钱后通去唱歌啊！有时你去盘口见唔盘，佢爱做生意嘅，佢哪可以盘？古实讲，佢一件送盘去嘅唱歌嘅，我贵去嘅咩？无开暗从去嘅，佢都半口琴，啊佢半口琴嗰個堂，佢下呢佢都要安尼才艺啊！古實講，我哋萬歲生日呢，看到佢做事，古來看佢開始係唱歌嘅，一聽，你明白你聽得佢太錢嘅，聽得佢喺度背下咧，聽到佢唱歌唱到唔係唱，我哋睇佢能會散。入啊，嘅鳳凰先生又喺講鹽糖啊，因為伊安尼講鹽糖啊，伊係講啊，世界要安尼來咩？你講係無奈啊，就冇，佢都冇嘢啦。也反映哦。我最初啊，冇去管理，因為我身體夠弱嘅吼，我起風了，我搖搖擺擺啦，嗰所以冇乜有正義啦。咩錯咩？擺這冇皮呢？我
我要上班了。你上班我就快了，真的看电视看报纸，你到了晚上去看电视哦，实在可辛苦啦。啊，唔出去哦又无聊啦，无聊去啦，哦，冇老板啦，冇人好打招呼啦。大家讲个老朋友，大家一走相抢啊，讲做人爱家同埋啦，同后生冇同了，出来打牌，是吧？你看，你好厉害噶，这个呀。哎，我在带人来看当季，看当季路。你睇前面用緊，前生要講用緊喎。心肝有料啊！竟然有兩年要去看佢開見喎。我冇去，我爸爸唔去，有千年的服饰。跟地下點會有做乜嘅？點樣行？唔會行啊？該冇打算地下我現在冇行，我前平有冇？冇。冇做事。跟有朋友喎。係。有咩？本尊啊，伊做人唔諗嘛，伊有咧乜嘅呢？慈悲心嘛。伊阿爸呢面要比跟那个一帮人，阿姨只要我出去送东西呀，送好一年还把穿60磅的钱可用啦，阿姨买本嘅就乜嘅呢？流落空式，如今嘅穿成有10笔黑。我看见人民的资源会说呢，教育1000多年，有时像我哋而家邊嘅，我哋綠隊啊，經驗工人入邊呢，半個多年而家，有時。嗰時人睇到啊，我也從一步步八按度叫學，佢得就是人咪買嘢叫買東西來向人。每次最近嘅過項啊，我問伊啊，講啊，反正你哪去哪呀？伊講啊，冇啊，我拿到平時講，你一家唔是？伊講，我規路有事啦，我規路有事啦，他都很有那個愛心，伊講啊，過要安尼幫助嘅，就安尼提安尼攞過安尼給伊。你昨幾工都無食飯，這互你食。你昨你幾工無食飯，這互你食，才30塊爾。過幾個都有面呢，都唔係讓入富橋呢哦，有到親人哦，有到陪人事嘅人，就有面啦，真的很奇怪，就會坐在一起。有時講家現代看電視嘅，結果碌下啲皮骨，碌咧我哋喵順喺個北宮下邊嚟曬。嘢，安尼剝嘅啦，嗰度弄鐵呢，嘢弄鐵呢，整腳下啊，嘢弄鐵啊做衛生呢，人可能哦，買人鬼碌下偷有錢，出來買都他家底下是當做條煮麵啦，今日咧買嚟殺爆肉。嗰時你唔知嘅啲事，真係啲嘅嘢，佢啲人學1000多年啦，嗰時而家邊啦，我攞安佢啲街坊嘅幫助啊。
你不录你吗？阿奶呀！那你明年都按你生发，那天就8年的呢。那明年如果无限，那无限嘛，佢哋拿碗筷，要拿米酥，要拿盐，要拿豆瓣酱，那鬼无限哦，要切菜，那唔会无聊。嘅，你係咁嘅，咁即係一地又貴啲，冇地帶。公公唔使好食，炒就炒冇豆瓣醬，我拿豆瓣醬嚟我較好食。那你总还会想到去爆粗了，就讲。难免，因为要晒寒寒，晒寒了煮面不能晒。啊，冇做法噶啦，晒寒煮面不能晒，要做公仔，公仔有量，唔免得唔會打雜你冇簡單嘅，係啊打雜一樣唔會打雜。係啊，但係曬時間咩冇打雜啊？唔想意講係看先啊，冇簡單。後頭攞醋鹽，嗱你掹下，嗱後頭攞醋鹽咪咁咩？學佢。吃肉，我来了。拉了。你要嫁人了？离婚呢？会讲哦，离婚呢？那你结婚几久就离婚？2年。啊，你条狗迄做嘛个事？面容中人一，啊，唔可以想讲结婚。冇人咁加捱。要試試。因為我冇人咁加捱啊，我都係邊啊？用白邊啊？先見咧冇人咁加捱，先見邊咧冇人咁加捱。我行我就我一次有嘅，見到我需要嘅，唔需要嘅，按人做嘅，冇說得太多，也冇說太多些，就多些點。
使法量晒，有法讲无感觉吼。无办法讲，用咯。那法做呢？嗰种复制无沿用，因为迄田啊，爱踢啊，俺踢看到田，踢会强啊。样板人呢，因为俺本人也无做亏心事，开伊迄阿爸，俺迄也来，毕竟俺是讲法讲唔得，无法讲，讲乜个？讲乜个话题呢？唔讲啊，复制后面讲乜个话题？妈，都做定阿爸，比如讲大鸡，只说就都老给都会打做股啊。你有米酒无？挺不冇啊。一罐米酒来啊，啉啉啊。